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6月3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伊朗，聊聊中东，聊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進行混合治療的第96天，也是哈梅內伊升天的第96天，同時也是哈梅內爾·穆吉塔巴人間蒸發、音信全無的第96天。就在這第96天，波斯灣的戰爭陰雲密布啊，雙方又掐起來了，只能用掐，你掐我一下，我掐你一下。掐完之後，互相面帶微笑，宣布停火協議繼續有效。確實，這雙方，既互相掐架，又保持一定的克制，不太容易。至於誰先動手的，這都不重要了。根據新華社的報道說，美軍戰機襲擊一艘伊朗相關油輪，說霍爾木茲海峽附近一艘被困商船的海員向新華社記者獨家提供的船舶無線電公共頻道錄音顯示，美軍戰機2日，就是6月2號晚間襲擊一艘伊朗相關油輪，遭襲油輪船員隨後棄船。這個無線電錄音顯示說，美軍戰機向這艘油輪喊話說：“這裡是美國軍機，我們將對你們的機艙開火，停船，停船，疏散機艙人員。”也就是說，趕緊，對吧？這機艙的人趕緊出來。我們要炸這個機艙。這個油輪的船員稍後發出求救信號，說機艙起火，我們正在棄船。也就是說完之後沒多長時間，機艙就爆炸了。根據美國軍方的說法，美東時間2日下午，美國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體發文證實，美軍當天武力攔截一艘試圖駛往波斯灣伊朗港口的油輪，稱美軍戰機發射一枚導彈地獄火擊中機艙，使這艘船失去動力。那也就是美軍擊中了伊朗的油輪，這個油輪是空載的，導致這個油輪失去動力，這只能癱瘓在這個海上。當然了，美軍打這種油輪，打它的這個機艙，讓油輪失去動力，這不是第一回。根據媒體報道，自從4月13號美軍封鎖伊朗的港口以來，一共就是用這種手段癱瘓了6艘伊朗的這個油輪，並迫使122艘船只改變航線。大家還記得吧？伊朗最高領袖穆吉塔巴的這個軍事顧問，應該叫雷扎伊，他已經說了，如果你美國再封鎖我們伊朗的船只，我就不客氣了。果然他就不客氣了，因為你美軍你打了我的油輪，那伊朗就要報復。那麼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公共關係部說，昨天深夜美軍使用地獄火導彈襲擊了霍爾木茲海峽的一艘伊朗油輪，導致該油輪發動機艙受損。針對這一侵略行為以及違反霍爾木茲海峽相關規定的行為，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用導彈襲擊了屬於美國和以色列的叫帕納亞號船只，也就是你打我的船，我也打你的船。伊斯蘭革命衛隊公共關係部還說，在新的侵略行動中，美軍還使用空中彈藥襲擊了位於格什姆島的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通訊塔。作為對此次侵略的回應，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航空航天部隊對美國在中東地區某國，主要是科威特空軍基地及其直升機基地，以及位於巴林的美國海軍第5艦隊總部發動了導彈和無人機襲擊。而我們此前警告過，一旦遭到侵略，回應將比以往更加嚴厲。我們已經採取了相應的行動，這些回應應當給人以警示。至於伊斯蘭革命衛隊對美軍的打擊效果怎麼樣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確實反擊了，確實革命衛隊還算有種，就是他不光是嘴炮，人家真反擊。至於夠不着，那不管，有來有往。那美國的中央司令部他說，6月2號。美軍成功挫敗了伊朗多次發射的彈道導彈和無人機襲擊，並對格什姆島實施了自衛打擊，以回應伊朗在整個中東地區發動的襲擊。這兩人互相扯皮了，伊朗說是你先打我們的格什姆島的，美國說是你先炸我們中東的基地的，炸我們中東什麼科威特、巴林這些夥伴國家，所以我就要自衛。所以說雙方扯不清。中央司令部說，伊朗向地區鄰國發射了多枚彈道導彈，但所有導彈均未命中目標，其中2枚射向科威特的伊朗導彈中途墜落或在飛行中解體，就自行解體了。這個也符合這正義聯盟國家的這些導彈，他們都喜歡在到達目的地之前先行解體，或者是離開自己的祖國之後馬上就解體。甚至有的是我是我的祖國，一刻也不能分離，直接在导彈发射井里爆炸。
這都是常識。看看俄羅斯發射的導彈，很多都是這樣。說另外3枚射向巴林的導彈，則立即被美國和巴林的防空部隊攔截。稍早前，美軍中央司令部擊落了3架伊朗發射的單向攻擊無人機，這些無人機的目標是正在地區水域合法通行的平民海員。美軍還對格什姆島上一個伊朗軍事地面控制站實施了自衛打擊，沒有美軍人員受傷。在當前停火期間，中央司令部部隊保持警惕，隨時準備抵禦伊朗無端的侵略行為。伊朗說美國你這是侵略，美國說你伊朗是在侵略，這互相指責。当然了，现在网上有很多视频，伊朗伊斯蘭革命卫队发射一大波弹道导弹和攻击无人机，这个发射场面还是比较震撼人心的，非常的就是发射场面啊，那是非常不错的，很壮观。导弹和无人机烈焰升空，飞越伊朗南部沿海能源中心阿萨卢耶。至于最後飛哪兒去了，這不重要。後面的打擊效果可以用 AI 來制作，或者把以前的那些什麼爆炸呀、燃燒的這些鏡頭剪輯，對吧？替換上就行了。主要是拍發射場景。美國海軍或美國空軍至少使用一架從阿聯酋阿爾達夫拉空軍基地起飛、攜帶武器的這個死神無人機，在霍爾木茲海峽格什姆島附近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海軍的多艘艦艇實施打擊，並將其摧毀。作為回應，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航空航天部隊目前正在對位於科威特的叫薩利姆空軍基地的美軍部隊發動大規模打擊。那這是美國和伊朗之間，美國也是自衛，伊朗說我也是自衛。那麼被打的科威特這些國家，他們也有反應。科威特軍方3日凌晨在社交媒體平台發表聲明說，科威特防空部隊正在攔截來襲的敵對導彈和無人機。如果民眾聽到爆炸聲，那是防空系統攔截襲擊的結果。科威特外交部6月1日在社交媒體上發表聲明，譴責伊朗針對科威特領土實施多次襲擊。有媒體報道說，阿聯酋對伊朗發動反擊，阿聯酋用無人機和導彈打擊伊朗大型石油設施。好了，這個說明是不是波斯灣的局勢一下熱鬧起來了？雙方開始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雖然不夠劇烈，但是已經打起來了。這種挑釁行為，雙方不管誰發起的，總之在互掐。我對此的評價，我個人感覺這叫下雨天打孩子，閒着也是閒着。為什麼這麼說？所以下面要說到特朗普了，說到伊朗。現在談判是什麼個情況呢？所謂的諒解備忘錄，特朗普他在他的真相社交媒體上發了個帖子，他說這個虛假媒體報道稱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與美國幾天前終止了談判，這是不實且錯誤的。他說我們的談判一直在持續，4天前、3天前、2天前、1天前，甚至今天，談判會帶來什麼結果，誰也說不準。但正如我對伊朗所說，無論如何，現在是達成協議的時候了，你們已經這樣拖了47年，不能再繼續下去了。這特朗普在這個真相世界上發的帖子，就是駁斥有媒體說伊朗方面已經透出風聲了，說已經跟美國停止了這種通過中間人傳遞文本，還有這個叫什麼對話談判的這個已經停了。所以特朗普很生氣，說這都是虛假媒體的報道，根本就沒有停。3年前，哪怕是現在還在談。跟着美國媒體 ABC 的報道說，特朗普要求伊朗在現有的協議框架內採取核相關措施。這個咱們以前說過了，3個必須在諒解備忘錄裡面就要加上。本來說關於核相關的東西是要在60天裡面談，諒解備忘錄裡面不涉及呢，特朗普不傻了嗎？對不對？你不涉及核問題，你就停火，解除制裁。所以特朗普覺得自己這個不對，上當了。這個他怎麼上的當？跟着媒體報道 ABC 報道說伊朗的代表對特朗普口頭承諾，就不是在他沒有文字的口頭承諾。承諾什麼呢？說伊朗政府最終會就其核計劃達成協議，但是諒解備忘錄這個裡面不寫，就這個意思。我向你承諾，我保證，這估計是穿西裝的，向通過中間人向特朗普保證，未來60天裡面會達成這個核計劃。那特朗普本來相信了，後來突然估計被美國的共和黨這些強硬派被假媒體一頓報道，特朗普一看
確實，這玩意你和奧巴馬的那協議有啥區別呢？所以惱羞成怒，立馬加了個3個必須寫到這個備忘錄裡面的文字形式，不是口頭承諾，而是以文字形式寫在這個諒解備忘錄裡面，那我才跟你停火，才開始給你什麼解除制裁、解除封鎖、解凍資金。然而，美國總統特朗普周五在戰情室舉行的會議上得出結論，說伊朗的口頭承諾力度不夠，因此要求對方以書面形式提出在現有協議就是備忘錄框架內具體的讓步。伊朗人不是一直堅持分2步走，第一步是停火，先達成這個諒解備忘錄，先停火，停火之後再開始具體的談核計劃。那特朗普現在是反應過來了。那麼特朗普他在接受 CNBC 採訪的時候，被問到对伊朗談判的態度，他說：“老實說，我不在乎他們是不是結束了，我真的不在乎，我一點都不在乎。”他還表示，這場拖了很久的談判開始變得非常無聊。那記者問到，有報道稱伊朗談判代表將停止與美國溝通，並且德黑蘭方面將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軍事行動而完全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時，特朗普表示他準備問問內塔尼亞胡，黎巴嫩到底是怎麼回事。特朗普還說他並不擔心油價，我認為油價很快就會像石頭一樣往下掉，就在不久之後。特朗普還說伊朗是在故意拖延時間，而和平談判根本從未停止過。那這到底怎麼回事呢？實際上我認為這個不是伊朗方面放的假消息，也不是這個假媒體報道的假消息，這個還真是這麼個情況。也就是伊朗在最近一段時間停止了與通過中间人跟美國之間談判和文本傳遞，這是我認為是客觀現實。但是這個客觀現實被伊朗人一報道以後，讓很多人認為伊朗贏了，傳遞出來的信息是很多窗黑，他們認為這個是朗子贏了，實際上不是，都沒有撒謊。我認为特朗普也沒撒謊，伊朗也沒撒謊，它反映的是個客觀事實。什麼客觀事實？就是朗子，就是特朗普加了3個必須以後，新的諒解備忘錄，特朗普改了之後，咣當一下通過巴基斯坦傳給伊朗了。那伊朗人就宣布未來一段時間跟美國之間不再通过中间人傳遞信息和文本，就是我們終止談判。沒錯，為什麼？但是特朗普說沒有，談判一直在進行。但是伊朗人就說我們終止了，所以2個都沒有撒謊，2個人說的都是同一件事實，只是角度不同。主要原因就是巴基斯坦收到特朗普的修改之後的諒解備忘錄之後，把這玩意發給伊朗人。這個伊朗的外交部門談判代表拿到之後，他們就開始研究，要開會，研究完之後要傳遞到穆杰塔巴那兒，傳進山洞，我估計要3天，因為他們沒有電子郵件，沒有什麼靠現代通訊手段，是靠最原始的人一個接一個的靠人力接力棒傳到山洞裡面，對吧？先不管穆杰塔巴他是怎麼指示，再從山洞裡傳出來又要3天，1個星期就過去了。所以特朗普他說1個星期之內解決沒毛病，因為這個時間就要1個星期。那在這個1個星期裡面，伊朗方面他說的沒錯，他也沒法跟巴基斯坦有什麼文本傳遞，因為那玩意兒文本那最後決定權是在穆杰塔巴那兒，穆杰塔巴傳遞出什麼樣的指示，什麼樣的計劃他都不知道啊，拿什麼跟巴基斯坦傳遞？沒有必要。這個伊朗人說的沒錯，接下來就停止談判，暫停。他這個暫停是客觀困難導致的。因為穆杰塔巴需要用最原始的方式傳遞信息，本來就需要時間，從這山洞裡面一傳進去，傳出來1個星期，你也別嫌慢。那萬一稍有紕漏，就被以色列的摩薩德給抓住了。一旦找到山洞的位置，那你說穆杰塔巴不又是陪他爸去了嗎？所以說，那在這1個星期裡面，雙方沒有談判，沒說錯，談什麼最高指示沒有，怎麼談？但是特朗普認為是時時刻刻都在溝通，也沒錯。最近大家也看到了，網上出來一張穆杰塔巴抱着一個小孩的照片，這個就有講頭了。伊朗的衛隊，伊朗人宣傳領袖都是那種莊嚴肅穆，是吧？他都有標準照的，也就是說，正義聯盟國家領袖是有領袖的標準照，这不能開玩笑，不能搞錯了。在電視上面，在7點半的節目裡面，那領袖的畫像，領袖那個髮型，頭上戴的那個什麼，那頭巾是吧？身上穿的袈裟，
反正那玩意儿都有講究的，你不能僭越，都有標準照啊。這次突然放一個穆吉塔巴抱這個小孩，是吧？很慈祥，面帶微笑，那很顯然這個就屬於統戰需要，這個就需要向國際社會傳遞一個信息：伊朗人不像過去那樣的畏對這種嗜血、伊斯蘭革命這種暴力、殺戮、人肉炸彈。他無非想傳遞這種信息，抱這個嬰兒，顯示的熱愛生命。這個朗子，他們宣傳部門對外開始釋放這種信號，對內呢還是高壓，這個領袖的威儀不可冒犯。但是我想很多人看完之後就會覺得怪怪的，因為伊朗的宣傳部门這個是双刃剑，是穆吉塔巴抱個小孩啊，這照片我認為是個雙刃劍。為什麼双刃剑？就反而不僅起不到那種感化、那種柔化這種伊斯蘭革命在这個普通，尤其是西方老百姓心中的形象，他沒辦法扭轉，他反而會刺激什麼？大家想一下了，這個我記得哈馬斯是最喜歡帶小孩，那個辛瓦爾每次公開場合都抱倆小孩，你這穆吉塔巴才抱一個，還是差點事。辛瓦尔抱倆，有的人抱仨，有的人身邊一群孩子，一出面幹什麼事，身邊一群小孩。最早的時候，恐怕很多人認為他們喜歡小孩，他們熱愛生命，热愛生活。但實際上後來發現他們是綁架，小孩是他們的護身符，是他們的肉盾。他抱兩個，你斩首，你敢斩首嗎？你敢斩首这個倆小孩就要遭殃，那國際輿論對你就不利。所以說這個穆吉塔巴抱個小孩，反而讓人想起了，你說這邪惡的人都喜歡拿小孩做肉盾，是吧？怎麼看都透着一股子邪惡詭異。這個盧比奧他在參議院是吧？他接受這個參議員詢問的時候啊，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聽證會上，6月2日，盧比奧他說有跡象顯示，說伊朗最高領袖穆吉塔巴仍在世，而且日益活躍，也就是從燒焦的植物人現在已經長出新芽是吧？已經緩過來了，日益活躍。說有跡象顯示，他正以某種方式越來越多地參與公共事務。盧比奧說，他說伊朗方面已同意就伊朗核計劃的一些內容展開談判。1個月前，甚至1年前，他們連談都不願意談。盧比奧說，與伊朗的協議可能在今天達成，可能在明天達成，也可能在下周達成。他說，但這並不保證最終一定能達成一份獲得國會認可的協議。盧比奧說，這個有跡象顯示穆吉塔巴還活着，但所有指令全憑書信和中間人傳遞，導致談判動輒延遲3到5天。這個沒錯了吧？這是盧比奧說的。為什麼會延遲3到5天呢？因為這3到5天這個信息在路上，那大家只能等着，閒着也是閒着。我剛才已經說了，下雨天打孩子，閒着也是閒着，所以雙方互相掐一掐。趁這個機會，反正沒事幹，是這個時候是信息真空，對吧？那大家沒事那就掐一掐，反正也無聊，你不掐一掐那都沒話題了，這熱度就下去了。所以這就是為什麼這2天雙方又掐起來了，但是又控制這個烈度，一切都看着穆吉塔巴的信使，看他的速度。當然這裡面還有以色列，對吧？所以我們要看看以色列媒體報道是吧？內塔尼亞胡被這個特朗普電話訓斥是吧？痛斥你他媽幹什麼？要破壞這個我的大計。根據媒體的說法，內塔尼亞胡是治好的吧？好，对。但是今天有媒體報道說，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2日，他在這個以色列情報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薩德新任局長交接儀式上發表講話，說絕不允許伊朗威脅以色列的生存。內塔尼亞胡稱，伊朗政權是注定要從世界上消失的恐怖政權，以色列將幫助實現這一目標，使伊朗不會再用核彈和數千枚致命的彈道導彈威脅以色列。以色列總理辦公室一名工作人員2日則向以色列媒體否認內塔尼亞胡遭特朗普辱罵一事。以色列第12頻道電視台當天援引這名工作人員的話報道說，內塔尼亞胡與特朗普就以色列計劃襲擊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的黎巴嫩真主黨目標進行了緊張的通話，但否認了特朗普在通話中辱罵內塔尼亞胡，並對其進行人身攻擊。報道稱，兩人當天一共進行了2次通話，第2次通話氣氛更為緊張。特朗普不滿內塔尼亞胡暗示，除推遲對貝魯特的襲擊外，戰爭仍全面繼續，而內塔尼亞胡
則對特朗普在社交媒體平台發文暗示以色列已在所有戰線上停火感到沮喪。雙方談話最終達成共識，即只要以色列領土不遭到攻擊，以色列將不會對貝魯特發動襲擊。所以說內塔尼亞胡人狠話不多，他已經表達了他的意願，那就是要推翻毛拉政權。只有推翻了毛拉政权，才讓以色列不會面對核彈和数以千計的致命的彈道導彈。我覺得內塔尼亞胡說的對，所以我相信這個內塔尼亞胡一定會照着他這個目標去努力，而最終的結果恐怕也是這樣。我一直說，特朗普你跟那個穿西裝的天天在那談，你談了有什麼用？談完了之後也落不了地，執行不了，或者執行過程中就要撕毀協議，就得打。歸根結底是什麼？歸根結底就是核彈，它不是什麼，尤其在現在，這核武器不是什麼高科技，說有什麼門檻它解決不了。只要有錢，再加上時間，伊朗人他必然能搞出核武器。所以说，簡单的說啊，搞出核武器的3要素，一个就是钱，一个就是时间，一个就是决心。你說伊朗人這3個條件只要一具備，核武器必然會出來。錢、時間和決心。你說伊朗人缺哪個？決心肯定是有的，沒有他早就放棄了。為什麼到現在不放棄啊？他就是有這個決心。現在就時間和錢。如果特朗普要解凍、解除制裁、解除封鎖，那伊朗人就會具備錢，錢的事就能解決。剩下的就是要時間了，人家慢慢磨，假以時日，核武器就出來了。所以說，你要想讓伊朗沒有核武器，你只有把他的決心給打掉。而這個決心實際上跟毛拉政權有關係，毛拉政權的命運是跟核武器綁在一起的。所以到目前為止，特朗普恐怕還沒想明白這個事情，或者在這個事情他的認知恐怕比這個內塔尼亞胡還要差一點。他還抱有幻想，他以為跟毛拉政權達成一個非常好的協議就能解決這個事情，那只不過是重走奧巴馬的老路，靠協議來約束伊朗，靠協議來約束毛拉。沒有用。我記得美伊對伊朗進行混合治療的剛開始，我就說了，你得給他做手術，你把他去勢，你這玩意兒就跟那個太監進宮是不是？那你說太監進宮的時候，但是我簽個協議，我保證不亂來，那行嗎？人家皇帝可不管這些東西，把你閹了再說，你想來你就閹，你靠協議的，你說我保證我怎麼着的？沒用，這朗子也一樣，你讓他簽協議，你說保證我這不搞核武器有什麼用？你得把他閹了，對不對？讓他徹底就沒有搞核武器的想法。他認為搞核武器這就叫什麼？那心有餘而力不足，他就認為沒有必要。伊朗媒體2日報道，伊朗軍方和伊斯蘭革命衛隊高級官員表示，伊朗尚未動用全部軍事能力，已為各種可能情況做好準備，並將繼續維持最高戰備水平。這個伊朗武裝部隊哈塔姆安比亞中央總部副監察長表示，伊朗尚未公開展示全部能力，並擁有多種應對選項，如有必要將予以使用。他強調，美國要求伊朗完全投降是不可能實現的，伊朗民族絕不會投降。他這個意思就是你不能徹底投降，那你希望我徹底投降，那大哥要面子，我可以部分投降，就這意思。這個阿薩迪說，伊朗已為可能發生的軍事衝突做好準備，即使北約介入相關衝突，我們也毫不擔憂。這就是說最狠的話呀，挨最多的打。這個即將卸任的以色列情報局和特勤局局長戴維·巴尼亞，也就是摩薩德的局長巴尼亞，在退休儀式上說，經過最近這場戰爭後，伊朗已經處於近年來最脆弱的狀態，以色列應繼續推動伊朗政權更迭。巴尼亞說，他一直相信推翻伊朗現有統治體系是可以實現的目標，但這需要長期堅持、保持冷靜，並對使命有堅定承諾。伊朗政權已現裂痕，終將垮台。好了，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的混合治療快接近100天的時候，這個以色列人內塔尼亞胡終於亮出了他的小旗幟，點明了他的目標，就是顛覆毛拉政權。我相信接下來經過跟伊朗神棍政權的這種極限博弈啊，特朗普最終也會走上這條路，跟內塔尼亞胡一唱一和。
走上這個顛覆毛拉政權的這條路。總有一天，特朗普會反應過來，我們拭目以待。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